安，大家好，阿弥陀佛。很高兴今天最后一章呢，来给各位大家介绍报告啊。这一章呢，师父是这么写到：对世间要救苦救难，对不对？佛一再的说明我们大地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可能前世你这辈子为什么能够认识，能够碰到面呢？说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前世有缘。什么缘呢？可能是你的兄弟姊妹，可能是爷爷奶奶，说不定这姨姨叔叔的阿姨叔叔这些亲戚关系。各位，我们大地的众生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后来呢，个人因为做的这种业不一样。有的善业，有的恶业，那么大家各自轮转的，水业叫奔波了，堕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世间，如果别人有苦难，我们要救苦救难这些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可能是我们的所有过去的亲人，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悲悯、同情的心来怎么样如何拯救他解围他，所以救苦要救难救他的灾难，救他的痛苦，对他人要感恩感德。你看别人有一点点恩，对我好处、关怀，对我提拔，我永远都感恩他，永远感得他的仁德，他对我这么关照，对爱护我、提拔我你看处处都在关心我。这种仁德、慈悲的品德，我永远都要感恩在心，各位，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他人要有感恩，要有感德是不是？那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我们人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是应该这样。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人友们法师们都提醒大家：你对我1分我2分要回报你；你对我2分，我要4分回报你。所以我这个人个性就是在这里，我懂得知恩图报。所以各位对他人应要感恩，要感德；对家人呢要有共荣共有，对不对？我们也是一体的你今天为什么能生存在一个家庭你看大大小小的父母啦、孩子啦，你们今天能成为眷属，就是有缘才能聚在一起。有缘，我们如果有好处、有光荣，我们同时去沾光。如果我们拥有一点点好的东西，希望大家分享，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所以各位，对家人一定要有共荣共有，对不对那这样，尤其是我们道场，更应该有这种团体观念，那就非常重要。我们叫同心同德嘛，同心同德，我们的心大家都把彼此互相有爱啦，互相疼惜啦，这个就要共荣共有。对社会一定要有献心献力，各位对不对？我们要心就是我们的智慧嘛，我们的智慧我们想到什么样，这个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我们尽量提供，尽量协助，尽量帮忙。我们的力量，我身强力壮，这个东西我能做得到，来，我也来付出，来全心全意的来协助各位。对社会，我们随时都要抱持的这种理念。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样子去处理，这样去看待，社会会更和谐，国家会更安全、更进步，对不对而且团体更团结，这个单位里面就更团结。所以这个，我想应该，如果有大家有这种生活态度，有这种生活的理念，相信对任何人都有好处都有好处，各位对不对对不对？对世间要救苦救难。对他人要感恩感德，对家人要有共荣共有，对社会要献心献力，对不对好，今天很感谢把这章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阿弥陀佛。